我放弃律师职业时，每个人都觉得我疯了。为什么要放弃一份稳固的事业？他们问。因为它并不稳固，只是停滞不前，而停滞不前的复利是负向的。我选择了智力杠杆，而非时间杠杆。这就是你摆脱无限循环的方式，停止把努力误认为策略。如果你即将60岁，而你的工作仍然占据着你的清晨、你的情绪和你的思维，你就卖掉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，时间，换来了最不持久的货币，他人的认可。必须永远在同一个企业阶梯上攀爬，这是现代社会销售的最愚蠢的幻想之一。它是为雇主服务的，而非雇员。你爬得越高，就越难看清从下面看来这一切有多荒谬。放弃和重新分配是有区别的。